好啦，第4步就係點樣接駁唔同嘅 App 啊，喺呢一度 Bunny， 即係個 account 嗰度，跟住設定，跟住工具呢一度，你就會見到好多唔同嘅工具啊。咁啊，譬如 Gmail 啊、Calendar 啊、Google Drive 啊、Notion 啊，因為 Notion 係咩咧？係一個筆記本啦。咁我擺咗好多嘢落去。有陣時揾嘢都麻煩啦，譬如我要揾個 API key， 我要揾啲資料，咁啊有陣時喺手機就唔係咁方便添。咁啊呢個我就叫佢即係幫我去設定啦，幫我去揾嘢啦。譬如呢一個，我就叫佢幫我揾，同我揾啲 API key， 同我揾入邊嘅資料，佢同我搞掂晒。如果自己去睇眼蒙蒙啊，或者要揾啊，要花時間，或者叫我個同事去做啊，咁啊而家唔使啦。咁譬如 Dropbox 咧。譬如 Zoom 啦 ，Zoom 咧我就喺呢度，因為我另外一個 account。呢個 Zoom 係咩咧？係可以自己每次 Zoom 完，跟住佢整理好晒啲資料，自動化去咗個筆記本度。咁入邊有好多㗎 Canva 啦，你可以喺入邊接咗 Canva， 跟住叫佢做嘢、做圖啊咁樣，好方便。咁呢一個 account 我就冇接到啦。咁譬如 GitHub 啦，可以睇入邊嗰啲資料啦，你可以揾好多嘅入邊，好方便嘅。個原理就係當接咗之後咧，佢就可以用呢啲嘅工具同你去睇嘢。Facebook page 咁可以同你 po 嘢啦。咁我有唔同嘅教學，咁啊可以再進一步，譬如做到 social media 啊，可以係入邊廣告管理員啊，同你落廣告啊咁樣。嗱呢個 YouTube 可以同你睇入邊嘅資料啦，因為我呢個 YouTube channel 入邊都好多資訊啊咁樣，咁你可以揾嘅 Google Sheet 啊，咁有咩你就自己睇啦，可以，譬如 Google Doc 你揾到，連落去佢可以幫你做嘢，可以幫你查嘢睇嘢，超級正。舉個例啊，咁就係同我 check 下我 Gmail 近呢3日有啲咩係關於即係一啲工具嘅 email， 因為我用好多咁啊。可能會需要 subscribe 啊，或者 unsubscribe 啊咁樣，咁呢度就出咗。咁有啲乜嘢咧？你可以繼續叫佢睇，又或者係處理嗰個 invoice 啊咁樣。呢度係等於你去操作，去睇入邊嘅嘢，例如 Google Calendar 落時間表啊、刪除啊、check 下我行程啊咁樣。我哋仲需要請文員、請 marketer、請 programmer。2026年 AI 做晒。我哋閒閒地請個文員都要萬零蚊，咁1年就10幾萬嘅咯喎，請多幾個1年幾十萬走唔甩。用 AI 1蚊人工都唔使俾，已經好多唔同嘅行業重組緊，唔係教大家工具，係教大家點樣搭建一間一人公司入邊嘅系統。點解學咗咁多 AI 都仲係好似冇收入？因為工具行先同埋系統行先嘅分別。我哋教大家建立嘅係一個系統，一個一人公司入邊需要嘅部門。我哋已經有唔同嘅行業。唔同嘅案例已經認證咗 AI 文員半日做嘅嘢幾分鐘搞掂。 AI marketer 可以幫你出標題、出圖片、出文案，自己 send 晒唔同嘅 social media， 甚至乎落埋廣告。點樣整到靚圖靚海報？ AI programmer 幫你寫 website、寫系統、寫工具。 AI sales 可以幫你揾到精準嘅潛在客戶，例如 email 或者係其他。同一個 AI 用法唔同，結果就唔一樣。觀念一變，市場一變。識用 AI 唔夠，係點樣將佢變做一個工作流程，變做一個系統，變做唔同嘅 AI 員工去幫你成立一人公司。我哋嘅課程一人公司 2.0 可以將一般所做嘅崗位全部用 AI 同你做晒，你只需要發號施令，幫 AI 就會幫你執行晒所有嘅細節。另外我哋亦都有唔同嘅工具，例如一個自動化嘅 AI social media 平台，又或者係724自動對答廣東話嘅一個 chatbot。我哋由5式組成，如果大家想知多啲，去我哋獅子星球就可以睇到啦，連結就喺描述欄嗰度。